你怎么使劲？你使不上，我给你，是吧？你使劲，我不说，我给你说。因为你没上台，顶了，我先顶一下啊。偷水才能发，这不对了吗？但是上面没有粘劲儿，没有口水那个劲儿。还太快，回来也还这样。周身都是口水，有点这个意思。哇，口水是练太极拳，方法最快，太溜了。我今天跟你说，你看他们站桩，站了。